有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的心神要唱歌学乐，琴啊、瑟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耶和华啊，我要伫万百事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到强冲。请咱来吟圣诗第73首。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天顶地下拢吟诗，真好消息报尽世囝，互你逐个大欢喜。早伫山野清净所在，坐坐天使，捌传播，当逐年伫咱的城内听这消息，同学乐。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73首。做的。
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经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的刀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得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耶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29。启应文29伫个新信息后壁1051页。1051页。启应文29就是诗篇的119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因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通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虚假的道路，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一礼拜的陪伴，互阮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懊恼入你的院，因为耶和华是好，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是到万世代。虽然未来阮无办法测度，阮伫你的恩典中袂当逃避风浪，毋过阮有信心会使经过即个风浪。你袂当保阮拢无拄着危险，但是阮知影只有甲你同行，会当伫危险中安然到岸边。阮也感谢主即边的花莲大地震的损失降到同价，同时也提醒阮、警醒阮，居安着爱思维。伫信仰的路中，阮也像你
互阮的灵命有所成长，日日读经，甲主同在，避免魔鬼的试探。求主也到今仔日袂当来教会的兄弟同在，赐因平安喜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对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万物光明极美丽。咱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咱即马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20节到30节。好学本是146页到147页，汉语本是121页到122页。现在中文版是167页到168页。当节期上来敬拜的，中间有几来个希利人，因就近甲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求伊讲：先生啊，阮爱见耶稣。腓力来甲安德烈讲，安德烈甲腓力来甲耶稣讲。耶稣应讲：恁主得到阳光的时到啦。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第25节，疼家己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性命，伫
伫即世间的得较保伊到永远。人若服侍我，就着缀我。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打我的心大八百，要怎样讲？爸啊，救我出即个时，总是我为着即个才到伫即时。爸啊，愿你应献你的名，就对天有声讲：我已经应献，要搁再应献伊。徛伫边仔的人听去，就讲是陈雷。有人讲是天使甲伊讲话。第30节，耶稣应讲：即个写来，毋是为着我，就是为着恁。伫即世间受审判，伫世间的灵魂要上赶着。我若受举起离开地，就要引出众人就近我。因讲即个话是指伊要啥物款来死。以上愿上帝赐予听谈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播予咱的信息是军队耶稣脚步，请牧师。留下这大家平安。咱敢有发现今仔日礼拜堂有啥物无共款？哦，这咱插花班吼，昨是这个初学哦，这个单学迄个插花的第一遍上课，第一遍真正摕花来插哦。啊，这是老师，啊，这是学生哦。啊，咱会发现讲吼，这个伫咱若讲吼，好好啊引带吼，连初中生吼，嘛会当为着教会做真侪的工啦，嘛会当来参与教会的服侍，这是初中生吼，初中的学生插的吼。啊，感觉吼，这个伫蒋老师的这个教导下面吼，安尼小可安尼指点一下吼，啊，规个就无共款吼，这个吼，咱厝里咱吼真侪咱的兄弟吼，厝里也有细汉囡仔，啊，我想吼，咱对这吼。这个插花，这个教插花、学插花的中间，咱会发现就讲吼，咱的少年辈吼，实际上吼，只要咱好好啊，甲因引带，实际上拢会当啊，真做吼，这个教会服侍真重要的一个气力吼啊，希望讲吼，咱伫这做一个开始啦吼，咱嘛爱想讲，咱可能咱的。厝邻的后辈吼，遮个少年的无拄拄吼愿意，也是会使甲咱做伙来伫西湖教会主日做礼拜，但是实际上因若会当吼尽因所会使尽吼来服侍，其实这是咱嘛会当互咱的厝邻的细汉囡仔会当参与伫教会的服侍啦吼，咱慢慢啊引带。哦，啊，上帝透过伊圣神的做工，哦，咱真歹讲，咱的后辈会安怎来承接咱教会的事工，但是咱若无互因哦机会，无互因有学习的机会，无互因有服侍的机会，哦，我想真正有愿望嘛，变无愿望。吼、所以咱是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咱初中生教会内底的初中生，无拄拄会当甲咱做伙来做主日礼拜，有侪的原因，这咱爱承认，啊，咱嘛爱听因，哦，袂当来咱中间因的心声，因的想法，但是上时，哦，咱嘛爱互咱的少年辈有机会会当参与伫教会的事工，吼，啊，咱嘛爱。透过圣神的引带，真歹讲未来上帝安怎带咱西湖教会，但是咱会当做的，咱就尽力来做。啊嘛，伫遮特别感谢蒋老师，一个真正无私的奉献。啊嘛，我发现讲伊真正无简单，是伊实际上对
少年人嘛有他的一步啦吼，伊嘛真知影安怎甲少年人做伙啦吼。咱伫遮吼特别伫即个讲道以前嘛特别吼，因为我感觉吼行动嘛是一款真好的做见证。行动的见证其实咱看会到，咱摸会到，吼这是上重要的见证。嘛伫遮嘛咱大家会当会当即个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引带咱的教会，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是来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礼拜的早起，大家组织做伙伫遮来敬拜你，也伫阮同心敬拜的中间，主啊，求你的圣神大大做工，不只是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话。佫会当对伫你的话所显现，阮兄弟姊妹信用见证的行动。主啊，你亲自对阮讲话。但是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阮特别求助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对伫主你圣神的做工，伫阮的心中。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互阮毋仅是讲的，也是听的，阮全体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帮赞，得到信心的培养。主啊，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有专家分析，就是对伫2009年到伫2011年的美国的《纽约时报》，咱知影，即台湾毋知影可能无即款习惯，但是伫美国，因的报纸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是啥物？讣文，就是有啥物人过身了后，伊的家族就会伫报纸刊广告单有一个所在特别就刊讲啥物人几岁过身，伊在世的时阵是做啥物工作，伊对这来做研究，研究职业几岁过身来做统计，伊发现讲做这个影视、音乐、舞台表演，也是职业体育选手、体育工作，咱知影这种是上出名、真伫社会上上出名的人，因平均的性命，平均过身的年龄是77.2，77.2。岁就过身，平均啦就是这些出名的人，社会上的名人、表演工作者、影视明星、音乐工作者、舞台表演者，也是体育明星，平均寿命77.2岁。这个平均寿命。是比创造性工作、设计师这款创造性工作，也是讲这个画家啦也是插花老师啦的平均寿命更较低。创作性工作的作家啦，这种艺术家是在幕后的艺术家平均寿命是78.5岁。然后咧。专业人士、工程师啦、医师啦、律师啦，这些什么师啦，也是学者，这个教授啦，也是讲这个文史工作者啦，平均寿命是81.7岁。甚至咧，生理人啦，职业军人啦，也是讲这个。政府官员尤其咱知美国讲政府官员，大部分就包括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啦讲做生理人啦、军人啦、公务人员啦寿命是83岁。这个
社会上的名人、舞台工作者、影视明星、歌星、体育明星，因的寿命，甚至比咱想象中间做生意人伫遐应酬啦，也是讲公务人员公务繁忙啦，也是军人，军人面对真济的压力，搁爱出啥物代志，搁爱去上战场咧，比因的平均寿命搁较低。所以这个研究统计出来，伊的结论是啥物？人出名爱付出代价。你若是做迄款出名的工作，当社会上的名人，结果咧，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早死啦。为什么？伊讲一方面为着成功，为着伫社会出名成功，必须爱承担更较大的风险。所以以前的演员啥物，人讲假死假得要命，规暝无困，为着要拍片，结果咧规暝无困，日夜颠倒，也是讲3-4天无困。咱受到以前的迄个，迄个谐星，许不了，许不了就是安尼嘛，规工规暝无困，靠注射，吊档啊，然后伫遐演戏。演戏煞就伫遐注射，然后咧，无怪伊早死。为着成功，为着出名，需要付出更较大的风险，甚至当伊成功了后，出名了后，搁伫遐规工烦恼讲会互别人来取代伊。无怪社会上出名的人，结果是哇，真正上早死的。就是这个社会上出名的人，个恁有好奇啦伫美国牧师的平均寿命是安怎？听讲伫美国啦，台湾应该嘛是啦即个做牧师人真正活较长啦但是咱莫欢喜过去10冬、30冬，过去30冬以来，教会的牧师无错，寿命悠然真悬，活足长。即咱讲感谢上帝，为主做工，上帝赐福满满。但是咧，过去30冬以来，这是美国的教会啦，美国的教会卫理公联合卫理公会甲美国的长老教会，拢有同款的统计的结论。做牧师的健康状况哪来哪歹，无论是心理的健康，也是身躯的健康，哇，这著食力啦！你怎知？长岁寿是好事，但是你若长岁寿，常时健康足歹，心理状况足歹，身躯状况足歹，这著真食力啊！所以这嘛是咱爱这著是牧师常常咧讲的。拄着假期、国定假日，会当去佚佗，会当去休困，你著爱好好啊佚佗，好好啊休困。心理、身躯的健康真正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咱家己受苦不要紧，咱的亲人要安怎？但是讲转来就是出名爱付出代价，成功爱付出代价。伫世俗的社会是安尼。人爱想到即个付出代价，任何代志拢需要付出代价。其实，伫福音书中间，即个代志也常常去提醒咱，耶稣也一直去提醒咱即项代志。任何代志拢需要付出代价。所以，约翰福音12章。头前是咧讲啥物？12节到19节，迄讲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咱打过搁偌节，咱知影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是为着走向十字架。伊的光荣线接就是伊的受苦，伊的牺牲。
但是伫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迄个时阵，咱会当想象耶稣的门徒一定是感觉非常的骄傲。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迄款的感觉。哇！安尼即个阮的老师要做王，安尼阮准备毋是做宰相，就是做大将军啊咧，左右护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但是煞接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0节，耶稣就提醒伊的门徒，就是伊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是为着伊疼世间人，要付出。这个付出，佫是伊家己。耶稣提醒伊的门徒，伊为着疼世间人，伊是要付出伊家己，并且耶稣也提醒伊的门徒，同时也是提醒咱，就是咱成做耶稣的门徒，咱也是爱付出代价。咱来看，当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其实耶稣已经知影，伊安尼做，伊享受伊面对遮个众人，伫遐画和散那，伫遐迎接伊，用迎接君王的方式来迎接伊。但是迄当阵，其实耶稣已经知影。伊爱付出真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伊要行向十字架顶，受苦牺牲，用伊家己的身躯、性命来做代价。所以伫约翰福音12章32节，耶稣安尼讲：耶稣讲，我若受举起离开地，就要引带众人就近我。你看遐这，耶稣伫遮是迄预言，伊家己要怎样来死，所以伊讲：我若对地上受举起，我受举起离开地。当然讲十字架顶十字架，但是其实伊也引用一个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的时阵，因伫旷野的经历。毋知影咱讲下几节，即个铜蛇铜蛇，用铜做的蛇的即个故事，伫以色列百姓经历旷野的时阵的即个故事。但是咱也知影蛇，倒手边是咱的卫生福利部，上半部是即个以前的卫生署，卫生署的标志，下骹是以前的即个好像是以前的健保局之类的标志，所以卫生福利部但是讲到卫生医疗相关的是一个蛇，右手边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 mark， 咱看到也是有一只蛇，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伫民数记21章第40到第9节有记载，当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拄着路程真歹行，伫遐食苦的时阵，食袂饱，阁爱伫遐行路真忝的时阵，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埋怨上帝，所以上帝就用毒蛇教因来处罚因的悖逆。但是摩西受到以色列百姓的拜托，伊就求上帝来赦免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就命令摩西用铜做蛇，做铜蛇挂伫一个棍仔顶面，悬悬举起，然后互以色列百姓
若是互毒蛇咬着的人来到东蛇的面前，安尼就会当得到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即个政府机关，也是世界组织，甲医疗相关的，就用即个蛇来做代表。耶稣讲，伊家己就亲像即个东蛇共款，受举起离开地。任何人要追求灵魂的拯救，来到伊的面前，就会得救。所以，即两个代志，耶稣用这犹太人听有的典故来讲伊家己。早前，摩西举起东蛇，然后以色列百姓互蛇咬着，来到东蛇面前，就会当得到医治。但是今仔日，上帝透过耶稣顶十字架，是要医治更较大的代志，医治更较大的镜头，就是灵魂的问题。所以耶稣讲：“我若受举起离开地，恁来到我的面前，就会当来救我，就会当得到救。”所以耶稣的死甲搁活，是互咱世间人的灵魂会当得到拯救，互咱即个生命的病会当得到真正的医治，佫会当透过十字架来建立上帝甲人、甲世间人中间即个全新的关系，会当战赢罪恶、死亡甲邪恶的势力。但是这拢是因为耶稣用伊家己来付出代价。上帝国的建立也是爱用非常大的代价来建立。这就是今仔日耶稣所讲的即个付出代价。咱打过过偌济，无偌久，可能咱会认为讲耶稣的国活是人类历史中间一个真特别的单一事件。但是耶稣当伊有言伊要顶十字架的上时，伊讲到一项代志，伊讲着生死搁活。是即个世间时刻喺进行中间的一个生命的历程，生命历程内底是时刻喺进行的，生死搁活。耶稣用马仔种子来做比喻，耶稣对伊的门徒有点出伫12章24节，伊安尼讲。伊讲：“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多多。若无种子，若无死，犹原是一粒种子。但是即个种子，伊种伫土里，伊的形象改变，伊拍破家己。”但是结果是不芽生长，然后结实多多。耶稣用这点出，就是咱的生命的中间，咱日常生活中间，其实生死搁活，这是一个大自然中间一直喺发生的。亲像咱呼吸，咱吸氧气、氧气，然后咧。变做二氧化碳，但是咧，光合作用，日头照落来，咱的即个光合作用，然后佮产生氧气出来，这就是一个循环，生死
搁活的一个循环。所以死甲搁活，其实是咱每一天的中间的日常，这就是生命的现实，生命的现实。咱斟酌来观察，伫咱的生活的经验中间，敢毋是安尼？咱搬厝，咱离乡背井，可能咱中间真侪是下港来台北的，所以咱拢有离乡背井的经验。你要离开你住10几冬、20几冬，甚至搁较长的时间，你所住的所在，去到一个完全无共款的城市，可能为着读册、为着工作，也是为着你的囝儿，为着你的家庭，你需要搬厝去一个全新、完全无共款的一个环境的中间。可能一开始你会感觉到惊吓，你会感觉孤单，你会感觉无习惯。但是常时咧，咱去一个新的环境，咱会发现讲真侪代志是真正新的物件。想讲真侪下港，当然高雄、台中拢有捷运，但是其他的所在无。来到台北会发现啥物？哇！这捷运哪遐方便啦！甚至月车1200块，交一个1200块，然后咧，你当随便坐，随便你坐，甚至有时阵，像咱教会伫遮，要去对面，要去车站的对面，坐公车会真麻烦。即马拢安怎？我拢行即个车站内底，刷卡入去。然后咧，无坐捷运，直接去对面坐公车。我想咱也有迄个都会通1200都会通的人，即马拢嘛安尼。然后咧，一站嘛坐咧，想讲带牧师带后生去学校，爱去瑞光路站，直接坐是一站尔，一站嘛甲伊刷卡。你讲真侪下港的人听，伊会感觉讲，遐尼好康哦。遐尼好康啊！我开车一个月油钱保养，算的税金，一个月的开销，拢超过1200块。恁台北人遐好，到伫新的环境，无错，你一时会感觉真孤单，一时会惊吓，毋知影要安怎。但是常时，你也有顶件讲的，咱台语讲惊喜的经验。你会感觉到一个新的一款的快乐，因为你交到新的朋友，来因为安尼来快乐。你有过一个新的生活，搁较里边，你会感觉真好势。这也是同款，咱讲断舍离，常常也是安尼。你若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未经验到即个新的经验，无办法享受到即款惊喜、快乐甲惊喜，因为交到新的朋友，认捌到新的环境，有经验到新的代志，这也是一个咱生命中间、生活中间会当经验到的断舍离。然后咧，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改变，所以搁活更新的应允，互咱搁较会当面对死亡、失去，因为你知影，我若无失去，往往我无办法经验到新的失去甲更新，然后咧面对着死亡。但是经验着搁活，这是咱生活经验中间的一个日常。也因为安尼，耶稣甲门徒讲，也是甲咱讲25节，讲着人若25节，听家己的性命的，
就丧失伊万分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当然，咱这是即个华语讲到恨恶自己生命的。咱若干那断章取义，会感觉耶稣的教导就奇怪啦，因为咱知影，当你不懂得爱自己，你不可能爱别人。耶稣伫遮毋是讲这啦，耶稣伫线接多多所讲的，一粒种子若无种伫土里无死，就犹原是一粒；若是死啊，种伫地里死啊，就会当生长，佮结果子济济。伊是迄讲这啦。你若因为一直是一粒种子，你就足欢喜，讲足满足，讲好啦，做一粒种子也袂歹啦。反正到时阵打去，就弹掉就好啊。但是你若愿意种伫土里，你愿意改变，你愿意断舍离，跟过去断舍离，有一个新的开始，咱就亲像种子共款，会当结实侪侪。伊毋是讲迄款，不要爱自己，然后咧勉强去爱别人，结果爱到最后咧，你觉得是爱，别人觉得是痛苦啦。真侪做爸母的拢袂记这点，袂记这点，说你口里讲的爱其实是一个虐待。耶稣伫遮毋是讲这，耶稣讲的是迄个决心，你愿意改变家己的决心，你愿意改变的决心，你愿意互迄个旧的我，莫阁影响着即马新的你。旧的我莫影响着即马新的你。迄款断舍离，伊毋是讲你要怨恨自己，不要爱自己，毋是讲这个。因为咱一定看过有一寡人，以爱自己的方式不恰当，所以咧，反倒当变成自我中心、自私，然后这款自我中心、自私的性命，真可能外表会表现真华丽，但是内心是空虚的，内心是空虚的。这叫做莫爱家己，怨恨家己性命。伫遮讲的是这款代志，你莫自私自利，你莫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咱爱愿意接受改变，咱爱愿意去改变，咱爱愿意甲过去旧的我来断绝，然后靠着圣神活出迄个新的生命。当耶稣讲到怨恨家己性命，咱一定听过，甚至咱拄过，为着别人来牺牲家己，为着别人的好来牺牲家己的这款的故事。通过牺牲家己，反倒转，互人看到生命的深度甲价值。透过牺牲家己来成全别人的好，反倒转，互众人看见你生命的深度，甲你生命的价值。亲像1912年4月14号，无偌久以前是周年纪念，4月14号，伫暗暝，咱讲铁达尼号撞着冰山。煞沉落去，船顶面有1502人淹死，只有705人，互其他的船救起来。伫即个事件发生了后，每一年，遮个幸存者拢会大家聚会，好野人啊，遮个好野人拢会聚会。有一边伫瑞士，
的聚会顶面，即个幸存者聚会顶面，有一个生做史密斯的一个妇人人，史密斯夫人，伊提起讲有一个伊毋知影名的女士，伊讲当伊两个囡仔，拢互人抱去你即个救生艇顶面的时阵，伊煞无位通去，伊煞只有互伊两个囡仔先上救生艇，因为座位无够，坐袂落。结果边仔一个伊毋知影名的女士，主动甲伊讲，主动甲伊起来，然后甲伊塞去救生艇。伊讲上船啊，囡仔袂当无老母，所以即个毋知影名的女士，伊煞牺牲啊，牺牲家己，但是咧，伊救着一个家庭，伊互两个囡仔袂无老母，这就是牺牲家己，为着别人的好。结果咱看到即个毋知影名的女士，伊的性命的价值，反倒转互咱看出伊性命的价值是遮尔重，伊的性命是遮尔宝贵，因为伊牺牲家己。同款伫咱的经验中间，一定也拄过一款人，为着你的好，伊牺牲家己。所以约翰福音12章25节所讲的代志，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只要咱注意，咱斟酌来看咱行过的路，其实咱拢经验过。不过，转来讲，就是就算讲知影家己的死会当带来世间人灵魂得救，甚至也知影家己死了后会得到国活，但是死亡这项代志对耶稣来讲，犹原是一件无容易的事。牺牲家己绝对毋是真容易，咱爱承认这项代志。牺牲家己为着别人的好，莫讲起来真简单，像台仔顶讲真简单，我嘛无减一块肉，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真无容易的代志。所以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承认伊讲啥物？心内背叛，心里烦乱。心中背叛，27节，就兄弟，就算是安尼，心大背叛，但是耶稣犹原坚持落去，继续走向十字架，是为着互天父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伊心大背叛，伊犹原照着天父上帝的旨意来行，为着天父来受荣光。各位兄弟，新约希腊文中间，互什么来得到荣光？使什么什么得荣耀？哦。读啥做？28节讲，互天父的名得到荣光，即个互啥物得到荣光？原来的意思是，互某一个人的威严，也是伊的价值，会当得到完全的显明，互众人会当看到、听到，会当知影。兄弟，耶稣怎样讲？通过死甲国活，世间人会当认捌到天父上帝的疼痛，也经验到天父上帝的恩典，并且会当因为安尼谦卑伫上帝的怜悯的中间。所以耶稣讲32节，
耶稣讲：我若受举起离开地，就要引带众人就近我，就近耶稣来到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咱讲耶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咱，是爱学习耶稣的款式，伊是咱的模范，是咱爱学习的对象，所以咱叫做基督徒咧。咱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学习基督的款式的人。咱成做耶稣的门徒，也毋是简单的事，咱也同款爱付出代价，甚至为着信仰的缘故，咱也有时也会心大背北。但是，咱爱亲像耶稣甲咱讲的，只要天父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上帝的慈悲疼痛，伊的公义，伊的关联，互众人会当来领受，会当来经验到，这一切拢是有迄个价值的。这是为什么？咱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叫做《魏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这是伫17世纪开始，这是长老教会其实教育的即个算是主日学教学的一个教学的文件教材啦，主日学教材。伊的第一课是啥物？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咱活的目的到底是啥物？伊所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啥物？咱为什么要活的？人为什么要活的？活生活的目的是啥物？伊的回答是安尼：人的主要目的就是爱荣光上帝，永远掠上帝做欢喜，荣光上帝。永远掠上帝做欢喜。当然，咱知影荣光上帝，常常咱诚做门徒，咱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因为咱知影上帝欢喜咱安尼做，所以咧，咱讲不只是食苦，亲像咧食补。咱讲服侍上帝，那服侍那甘甜，就是安尼。荣光上帝，永远掠上帝最欢喜。留意下这，咱长老教会，咱的改革中的神学教导非常强调，就是上帝的呼召，所谓的有定论。上帝呼召咱，上帝也有定了咱头前的路。上帝有定一个人性命会当得救，咱坐伫遮，这也是上帝的计划。但是常时，毋是讲咱活的戆戆，啥物拢免做，免去想。免去做决定，毋是咱人时时刻刻拢是爱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咱爱选择最正确的事，咱爱选择做正确的事。有一句话讲，选择做正确的事，因为这项事是正确。选择正确的事，因为这项事是正确，毋是因为选择正确的事，你会当得到较大的利益。毋是讲选择正确的事，生活就较快活。毋是选择做正确的事，因为这项事是正确。啥物是正确的事？军队主耶稣基督。咱活出信仰，就算讲咱面对生活中间的现实，
咱有时阵是指咱常常会心大背白、心理烦乱，但是咱也爱选择伫生活中间，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咱莫袂记是，咱长老教会的教导上强调，人活的就是荣光上帝。永远掠上帝最欢喜，荣光上帝，永远掠上帝最欢喜。愿咱无论现实生活怎样，咱拢会当得到即个真正生命中间经验会到的欢喜。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知影，阮军队圣囝耶稣正做基督的门徒，阮甲圣囝耶稣同款，拢是爱付出代价。但是主啊，你也互阮知影，你定着即个世界，就是爱不断来经验见证着生命的生死搁活，亲像种子种伫土里，需要改变，需要将旧的自我来死，才会当不芽生长，结实侪侪一样。主啊，愿主你也赐阮信心，互阮会当甲过去旧的我来完全断绝，无互迄个旧的我来影响着阮即马新的生命。主啊，求主你加添阮的信心，也互阮。就算伫现实生活中间，有时阵拄着心大背白，但是你透过你的话，时时刻刻来提醒阮，就是当阮行过这一切的困难了后，阮会当得到学习，阮会当得到改变，阮也得到更新的欢喜。所以主啊，就算阮心大背白的时阵，求主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当阮面对着需要对家己改变做起的时阵，也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行向头前的路。阮知毋是阮家己孤单去行，是有主你甲阮同行。主啊，伫凡事顶面，求主你帮助阮，提醒阮，指示阮，互阮行出的每一步，阮有充满信心，阮有充足的勇气，阮也有大大的耐心，愿意来行向你指示阮所行的路。愿每一日求主你圣神教导、带领、保守，也求主你看顾阮中间面对生活中间的艰苦，无论是心中的艰苦，也是身体的病痛，求主你医治甲安慰。主啊，也看顾阮中间为着照顾士大人辛苦的兄弟，求主你甲因同在，加添因气力，也伫阮中间为着幼稚教育处理的细囝的兄弟，
也求主你，互因有智慧，求主你，互因有耐心。主啊，愿中间也有为着工作伫遐辛苦的，求主你也纪念因为着生活所付出的一切，互因会因为主你守护因的恩赐来感谢你，也因为有主你守护因的信心勇气，也献上因家己来做芳芳的祭，伫工作中间来荣光主你的名。主啊，愿满心感谢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应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152首。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泪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就你，我担就近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52首。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李养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即礼拜的圣港事项招待是宴庆节，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社保节。后礼拜的讲道是蔡宗龙牧师，书会是民兵执事，抒琴是义节执事，领唱是颐养执事，诗献是颐养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张邦熙兄甲春英姐，插花是我本人，清扫是玉鸾姐。咱下面的迄个奉献甲出席，咱再起来看啦。有登台，请向我来更正，也是向民兵执事来更正。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就是后礼拜日4月21日，是咱为着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交换讲台，由蔡宗龙牧师前来本会礼拜请安报告。本会业务师要前往兰州教会请安报告。第二，后礼拜六4月20上午，要伫个名誉长老甲水兰姐内湖的厝要举行家庭礼拜。地址是伫个港基路109巷1号4楼。迄天的早起10点，伫个教会集合，祈祷了，咱着用行的去。若要参加来向我报名。第三就是每礼拜5暗时7点半有教会查经基督会。目前要读的是新约的以弗所书节，即礼拜要读的是第4章17、19、30、20。请兄弟踊跃来出席。第四是若有愿意要互探访的，也是要开放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向牧师也是教会的长子来讲，以便安排。第五就是下礼拜4月21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咱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本色。那详细的资料咱再来看。下面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台语我来读一解，咱来读两解。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领，死就结实济济。请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落伫地里来死就犹原一粒若领，死就结实济济。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地来死就犹原一粒若领，死就结实济济。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约翰福音12章24节。下面请咱互相来请安。咱来临煞要知的信息第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印纸，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打得洗清，请咱起立来吟。Sing
咱伫生活中间，咱就爱亲像一粒种子，愿意落伫土里，才会当生出侪侪的果子。愿咱会当用决心来过每一日。迄个旧的我已经死啊！咱既然有新的生命，咱伫咱的言行举止的中间，咱就莫阁互迄个旧的我来影响着咱行头前的路。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